講到這中共不時來擾亂咱台灣，這海委會主委關闢玲進前佇面冊發布海面態勢圖，公開這中共護衛艦、電偵艦，抑個海警船的位置，就去予這國民黨這批講一個泄露國防機密，甚至去甲告。不過，這國防部長郭立雄在今日表示，這海面態勢圖無明確標示這船艦的位置，也強調這張圖已經有甲機密的資訊攏摕掉啊。中國清官兩發情勢緊張，國防部初九發布偵找到中國軍機6隻厝，中國軍艦8隻和公務船1隻出海。面對中國軍隊常態性侵擾台海，就在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中國的前一天，海委會主委關闢玲在初六在面冊發出海面的態勢圖，公開中國軍艦圍繞台灣，展出中國護衛艦、電偵艦、海警船的位，和哪位質疑射密，甲海軍監控能力部署tempo和掌握的軍情，都互對方知。對於泄密的標準，應該要把它明定清楚，因為這個對於我們整體國軍在監控我們周邊海域共艦或者共機等等，其實它還是有關我們現在的一個相關的監控能量。沒有確切的這個船艦的位置，包括方位啊、經緯度啊，還有這個時間呢那我想像這樣子的一個示意圖，已經就如這個海委會所講的，已經是這樣去機密化。國防部長郭立雄回應講，海面的態勢圖是示意圖。海巡署是回應講，關屬資料已經去機密化。關闢玲初8閣發文來罵中國，應處鋪設地帶的侵擾。各國的專家攏建議講，台灣海巡署應該將違法的侵犯行為公開點名，利用社群媒體對外來公開。不過國防部逐天攏會公開中國機艦佇台海的4號裡活動。郭立雄講，親像針對中國的軍演，嘛去機密化了對外發布。掌握是很好的，我個人覺得並不是泄密。這是給大家知道。他利用圖像化、圖表化，把資訊公開透明，向國人做誠實交代，這是他應盡的職責。所以，民進黨團全力支持。另外，那也市林各關闢玲漏洩國防機密，那立委聲援關闢玲，前海軍上將那位陳英空，嘛肯定海委會掌握中國軍艦的動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